在高雄凤山有一个查某人，伊去用骗讲，伊抽到超过100块股价股票，伊3步做2步，赶紧去银行要汇63万给人。加在银行的行员是真马车，赶紧通报警方来甲阻挡。然后伫个苗栗嘛有一个负责人，伊加入假投资诈骗的群组，摕30万要互假做理财专员的诈骗的共犯，结果拄好去互警方查到，加在才无去互现大耳。这负责人到银行柜台头前，准备要汇钱63万，银行员发现怪怪，通报警方。这查某人对汇钱的原因无愿意清楚交代。你是要买什么健身器材啊？我买东西很杂，就是健身运动器材，但是手机一些的话，连自己的户头汇款都这么麻烦。环境一直考抗，最后伊才伫纸条写是要买股票介绍日向。原来高雄凤山这个负责人听信诈骗集团讲，有估计超过100块股票就签啊，不过爱先汇钱，将保留资格。以为幸运之神降临的他，连忙赶到银行准备汇款，匆忙间能记得营业员的叮咛数，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说。另外，伫个苗栗，200有员警发现这查甫人，甲一个73岁姓罗的负责人伫路边讲话，员警向前要问清楚，两人雄讲，唔知咧讲啥。阿姨，你就这样子，是这样。没有，我过来跟我问路，来他问我那个注音要怎么写。你问谁路？这边车厢要怎么走？没有，我要问他的路啊。查甫人囝是咧问路，负责人也共款为伊讲话。警方一直追问之下，查甫人才承认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来向负责人收37万现金。男子坦承为取款车手，并自行交出向富人收取之31万元。警方在查甫人身上抄出假造的理财专员工作证，收据这个证物，依照诈欺甲洗钱防治法定罪嫌移送法办，也提醒民众年关特别到啊，爱提高警觉，避免误信投资群组或者是网络消息，落入诈骗的陷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